我老了今年混了30多，这种事情从未碰到过。我才是生长山崖的楚汉，将兄霸道我不为主。江宝佩，我老了从小父母伤亡过，先靠兄嫂来抚养我，独自为少田夫财难耕种，我只常言道，乱子30人家业，因此上我拜托老拉妹来做，这指望高高兴兴配夫妇有才子。吵吵闹闹起风波，那黄花闺女多多少，你寻着我苦命寡妇却为呀我，老衲做事太苦。事到今日我才清楚，他骗我姑娘不肯将山里捞，有一位寡妇倒不错，他承恩重恩，十人困境有皆在目，家贫妇饥难守寡，你是几愿意家丈夫？怎么是我死妻女？阿父二位小说讨媳妇，我花去彩礼80千，下面结婚不算数。80千是80千，你还不知道？我不做强盗，不做贼。你讨我这80千钱是从哪里来？来这里翻山越岭，起伏岗，风餐露宿半天，石上雨打山尽水，冰天喜地把那为，那不是自己靠一动能积多少财？80千本是水龙来，看别人是同行化作成上的，我老了是一场欢喜翻成悲，10年心血化成灰，今生
我想再把妻房配，我是娶妻不成犯奸诈，还落得一个江涛配。千险必容易，多少血红去回来，狠心人得了我的满身血，牢牢犯下了一身罪，我恨那子冤徒我不应该犯家牢笼来责怪，只见他有时懊恼，他有时回头坐一旁发了眼，倒叫我要是不能死，也要归附家规，要闹与不能闹，也要配与无限配，这真是罪也乃来，我留于那我们不要哭，我会对你好的。不要哭，神兄们身体倒是要紧的，你喝点啥吧？
咋有10万呢？咋？哦，哎，咋不要？不紧啊，只要我们不怕吃苦，咋总有办法。上开河。